新德县的德北这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远的东海三街，去年以来拢无水道水通好用，出来一面要用的水是抽地下水或者是外口买水。今仔日地方机关就来到这现场，而且佫带这自来水公司的人来，希望尽早解决掉居民用水的问题。全开水道头流出来地下水，拢是落来湿水。就算厝内装过滤器，变1个月内底同款乌趖趖。住在遮的民众讲，若是当着可花期，因连地下水拢无通好用。说实在很可笑，我跑到香山内湖去洗澡，这边的水干旱的时候，说实在连地下水也没有。对，也没有。确实我们非常不方便。它的水质真的很糟糕。整个纱布弄下去是黑的，所以这种水我们里民却长期在使用。这些里民只是呐喊需要喝一口好水。根据统计，目前无自来水通用的居民差不多有75户，在地议员找自来水公司来到现场会勘，希望争取相关经费，用早解决无水通用的问题。希望能够尽速的请竹北的自来水公司赶快处理这个事情，确定相关的经费还有施作的期程。那土地同意书会请那个里长这边帮我们收齐，再请公所这边核发一个接水文件。那我们收集这些资料完整之后，我们就会去提报那个水利署去争取自来水的经费。依照目前计算，挖1.6公里的自来水工程，总经费要开944万。等待里长收集每1户的土地同意书，经过水利署同意了后，上紧会在明年9月完工。到时，遮的居民就有自来水通用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